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台视11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现场消息。这是总统蔡英文并连任，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，讲国民党、民进党假使若是对决的情形，安尼总统蔡英文伊的赢面也是较大，支持度也是小可较赢。也毋过啊，施政无满意度超过施政的满意度。下这总统蔡英文参加台北市指南宫的庆典，嘛有上新的回应，咱做伙来听看卖。那我们不论是核定了多少的预算哈，我们最根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说，对于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疫情，中央政府都会全力的尽一切可能的来协助哦。那么高雄在过去2-3年在防疫的工作其实做得不错的哈，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高雄市政府哈能够更用心。那如果高雄政府哦能够全力的用心的来处理这个登革热的疫情的话，我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我想请教一下，因为经济学人预测你2020会过剩，然后最新民调也显示，就是如果您担心世界上高不上多余的话，可能是3.3个百分点。我想这个都是在过程当中的事情哦。那这个选举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啊，选举活动也持续的进行当中。那么当然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的民调了哈。那无论这个民调如何的在具体的数字上如何的显示哦，不过一个趋势倒是蛮明显的，也就是我们的施政哦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肯定哦，那也某一种程度是反映在民调上面。谢谢。想跟你请教，昨天这个郭台铭董事长他批评说，你小时候是用爸爸的钱，然后现在长大是用国家的钱在做选举，有没有要跟他来？哎，一个大企业家讲这样的话。好了，这个执政者哦是用政绩哦来竞选的，他不会用国家的资源来竞选了哈。那倒是治理国家是为了全体的国民来求福利，让我们全体国民能够照顾得更好，让经济可以持续的稳定的成长哈。那经济成长的这个利益哦，可以回归给我们的民众啊。倒是企业家注重的就是一个单一企业的利润嘛，那这个跟治理国家其实是不一样的啊。那这个郭董事长应该要好好想想，治理一个国家是一个全面性的工作，它不仅是涉及到经济，也涉及到政治，也涉及到人民的感受的等等哦复杂的因素啊。至于小时候做什么，爸爸做什么，那个都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谢谢。不过现在就是有党有在说，他认为可以让爱情的别部分区的安全名单变远。他跟你觉得这样不是有利党内的？因为党外的支持者好像认为说这样是在失败经营。我们必须要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赖前院长，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啊。那如何在2020大选里面，让我们赖前院长可以发挥最大的功能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讨论的哈。那我觉得我们还有时间啊，不需要太急。那我们2020年一定在最适当的时间推出最佳的组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以台湾的利益为出发点啊。那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保护台湾的安全，确保台湾的经济持续的成长，这是我们的政府的努力的目标嘛。那我们所有的施政也以这个作为我们评判的标准嘛哈。所以我觉得。马前总统也做过总统，他知道做一个总统，他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或者他最重要的指标是台湾人民的利益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今天联访到这里。就拜托你们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华在台北车站绝食会去探望。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党这边会。
理解跟党很